5個，3、2、1秒。噔噔噔噔，和牛哦，老师，你们也是初1嘛？哈，我先初1 15。今天没有吧？你那一个不会，那一个不，你是聊。所以我真的我们这葱是在台北市长大的葱哎呦，寸土寸金啊！中威是天秤座吗？嚟沙樹草，沙樹。其实不用每个都硬翻，我会要理解一下。射手座应该没有人叫沙树，很像要沙。我有什么职业？大家有发现咯？哎，个润饼是现做的，对。哇，现做的哦。对，现在你很走胜利哦。古董好厉害。哦，你不是吃素吗？好期待好哦！帅哦！它口感很特别。饮料。因为这家做的用面粉小，我袂卖的摸。澎湃胎在晶体胎，料理初心就係愛，有人啊，冇人。應該係冇人啊。你很料理出身。哎，冇人啊，上係機啦。哎呀，外面係2位師傅當錯，哎，你東南西都有出2棟鋪擺咯，敢做得選。等下跟人可能冇看到。係啦。你道具，不過行個蔥油係做乜呢？我們不需要帶上來啊。主持全部係講給你慘，所以才沒道理會耶。精品大擺樂透天蟲都是高手雲集，師傅都會很好。嘿，真緊哦，韓國一家之主有一家提示就會講，大白攞一邊出來細節咯，哎呦，會先請我們吃那個試吃品。哎，真嘅。嘿咯，蠻可以學薄逼逼的，要怎麼減肥呢？當然哦，也就喺老爺菜體嘅就最後嘅東西，帶來啦，喺下分享，先來分享到佢們呢個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戴范成小戴師傅。大家好，歡迎小戴師傅。咋個來分享到係正經，就係正經嘅初心。好，請個福氣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放哥好。沙灘下來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者係來自於新竹關係嘅表兄弟，分享到陳宗輝以及賴志憲分享。歡迎。活動後生哦，沙下來分享我哋阿翠係來自新北新店嘅表姊妹，記得係熱手妹黐水蓮。歡迎。哇，我給你懂到嘢咯，哎，而且呢，大3年都有7項目用專業的領域哦。先來看到你宗輝，首先帶澎湃啦。關係家下要講最有名就係獻醜。你用啥都會關心你嗎？我喺關心人哋喺屏東大東面，屏東，所以你今日當過來哦。前年喺義烏卡，係夾不卡。我不下去。宗輝本身就會做下嘅活動相關的工作。他多。對，按用攤販都會經驗有幾久誒？差唔多有4年人嘅時間。就從來畢業以後就做兩隻。有關嘅。看來我們待會前面有這個 PK 暖身賽，一定可以得冠軍吧？啊，你做法同凍球啊，印象最深刻用乜嘅法同？我頭擺有做幾隻陶研，然後客家文化有關嘅。哦，做客家誒。有隻客家文化嘅建議。怎麼沒有找我們主持？可能用啲下。哦，可能係預算嘅問題啊。他自己可以主持啊，沒有講過。好啊，所以真緊非常有心嘛，凍球上這樣用。志憲厲害了哦，志憲你老開場講一下，你畢業的科系係乜嘢？畢業是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。厲害，而且呢，佢還會講越南發。超。還加去過越南實習，有做料理，是料理。好糟，哎，很厲害。先不讓我們期待太高，是不是？東南亞這個語文學系嗎？對，東南亞學系。東南亞學系做得搞太下記嘅東南亞的在地方言嗎？好啊，老寧大州府。好。做得講新早。哎呀，他有按島寧嘛，故說呢做得講新早甲晚。新早甲晚，就是太剛好的意思。新早甲晚。如果我們最後結尾想要跟大家說安之 C， 就得講感恩，就很像感恩的意思。感恩，新早甲晚感恩。對，因為有些越南語其實跟我們的漢字有點像，所以有些念法會蠻像的。
哦，哎，那你真的是人才，因为台湾安德行出名都是越南的朋友，你应该可以从事翻译的工作，哎。对，就是可能之后想去越南工作这样。许愿啊，新年而且越南其实很棒哎，其实蛮好玩的，懂后聊。对啊，越南懂后高，而且很有异国风情。还有你要报告哦，政府就要推动个南向政策啊，其实非常都有字面呐。等下好好到节目当中讲来分享。好啊，好啊。去蒙尼，哎，新角，哎，新角。哦，这边是台湾人，开玩笑啦。啊，今年逮到一两梅干扣肉冻猴旋哎。因为我很喜欢，很喜欢吃还是很喜欢做？很喜欢做，不喜欢吃。因为那边是喜欢吃。对。嘿好啦。那就嘛，这个太白迄种黏米肠的嘛。哦，迄不卡啦。哦。不卡可以黏就味素。汤懂不做牛面啊？嘿。嘿，冻不会做，也还冻不会选。懂会做。你看，我们今天2位都是冻不会做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这边有办活动的，前面 PK 赛我们先拿个2。哎，对，是要先玩游戏。对。好，马上就来选金行体育馆嘅 PK 赛喽。向前变困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當然，福卡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馬上呢一個 PK 賽都打完了，搞呢波簽。好，今日我考驗大家就係權益擁辦功。Yes。規則非常簡單啊，就係民主沒撥壓就好咧。哎，講清楚。就係等下吼，有冇當過為有隻題目吼，3分鐘地擺圖看哪一組哦，攤出來嘅題目下到底是特別講讓咧。冇問題。重點就係講哦，莫講到題目當個嘅事哦。這樣好不好？我們的中生代先來示範本姐姐看，攻隊先就位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下風吹吼，已經準備好咧。對。心情上也準備好了嗎？各位？冇問題。之前老外講，等下先說什麼？幾個字？不是。OK。先講。OK。速度要抓到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大家準備好，3分鐘，繼續請開始。上giáo師，阿嘅哎呀係嘛咧？啊，師傅。阿嘅好朋友。雞屁股。錯，下一題。上giáo師，紅色嘅紅色的。水果子。令狗。tomato。錯，下一題。梁giáo師，呀嘅嘛咧？年糕肉。燒用。水米咧係呀嘅。發。錯。馬雞發。蒜頭阿媽有。菜法。咩？蒜頭馬雞。蒜頭。配料調味料。蔥頭。錯。下一題。上giáo師，這個咩？講多了，拍攝。上giáo師，購置。講多了。下一題。上giáo師，那種師傅東港不有嘅三寶。黑寶。黑鮪魚。咩？七四府凍好哎。啊，黑鮪魚啊。魚。還有隻。他寫嘅相反係乜嘅？烏乜嘅？黑鮪魚。咩？好拖咯。咩？黑鮪魚咩就好多咯。黑什麼？咩掉？也係乜嘅？同步。用炙燒的。一片呢？少了，一片。配水梨或蘋果的。錯。西炸師。你好厲害。果上椰的。兩炸師。也係乜嘅？豬腳米線。兩炸師。紅橙黃綠。油菜色。藍。客家會有嘅三寶。藍山。藍什麼？錯。上giáo師料理會用到嘅。地頭茶師。上giáo師。鹽嘅。鹽嘅。甜味炸師係你。鳳菜。唔係，也係一種物嘅材料。神父麵。又講啥？春年分鐘哦。係上giáo師。再來。脆就在脆。那不知。下一題。兩炸師一種食物。你有點越來越往前哦。大家可以有個師傅同到啊。換嘅係冇行嘅食嘅。鹹嘅。同到呢？你還最好誒。錯。魚乜嘅？肉。我是剛剛最好選。魚中。鴨肉。
棒，两只是牛奶嘅好朋友，牛奶嘅好朋友，给我配油条，配油条。切两只是演员嘅，是朋友嘅。3、2、1，10秒。哎，刚才就写到，这个拱亚虚在那个眼睛翻到后脑勺呢。好啦，功成身退，功成身退。来，哎，民主又转到该那种温文尔雅的。我有比较好吗？有，除了最后那个狗眼之外，都还不错。那我表现好吗？不错，超赞，新找新刚闷刚。嘉东嘛，对，嘉东赞，嘉东赞。厲害！咁我哋一下緊張嚟吧。哎，你攬嘴嘅阿姐咧，你一下攬嘴準備籌備了。等下那波蓝队登场以后，先来到两位参水炸工一下。瑞玲姐不要紧张，拿出你平常时搞3年的这种热情就好哎，可以吗？可以看图说故事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啦。你看得出緊張到嘅不會，撩痕密落嚟他是院長，對呀，園長。OK， 然後意思搶開始。好，幾多加時？ 2加10，提加時係嘛計？形容一下。好，那個時間要用啊。計雞冠。唔係，合貴嘅，合太渣嘅，白牙剛他會用嗎？該？拜。那蓋又冠嘿，我以前可能不知道。國體咧，雞嘅雞國體咧。姐姐，你可以講你這妹姐白牙剛會用嗎？該也。第二個字是什麼？蓋嘛蓋？提子醬，什麼雞？什麼雞？土蓋。不是拜拜的時候用的。還有嘛蓋？第二個是你剛剛答對。那第一個呢？我問你，公公被怎樣？眼睛。 3加4。人呢？係嘛？啊，這早在講。人呢？人呢？很多種口味。雖然當好食的個。五芋圓，唔係。它又叫車輪。車輪餅、紅豆餅。錯。 3加4。給炸味。乾的。嘿，然後呢？對，然後呢？小拇指。對，然後呢？水。第一個字對。小拇指，然後呢？姐姐，我沒有學過手語排 C 啦。小錯。我稱你認真講，他講的是水。第3加炸味和炸味。什麼乾？對，他已經比啦。小魚乾。錯。他幾題？2加4。2加4。給要煮過頭油裝過。給2加4。 雞麻味三乜雞？什麼雞？來，對，錯。愛去煮過。頭油誒，那頭油是什麼蛋？滷蛋。哦，他幾題3加4。係外地嘅客人最有名去爬山，看到佢跌下來。苗栗。木榔子。 那山就是相關嗎？去爬山，客家嘅跌下來，有頭髮。對。2加4，係給土豆什麼？土豆絲。黃梅全老師。土豆什麼？土豆麵筋。啊，對。哦，他幾題？對。幾多加10？中秋節的是那個。 是你們念是初1嘛？哈，我今天初1 15。今天沒有吧？那你那也不會，你是所以我真的。中輝會煮菜嗎？可能一個禮拜煮2擺吧。那志憲呢？唔會。誰准你馬上說不會的？你至少講個2年1次啊。哦，他幾題？對。幾多加10？ 中秋節的是那個。月餅。算吧。走的，好，走的。哎，我們現在指令哪些？手上鼓勵一下。我怕你說烤肉。真的，那個比那個雞真的很用心。對，我們可以再展現一下。這裡了。因為我們姐姐是教蒙特梭利的，所以她的手語表達。秋妹姐是整個登出了哈。姐姐，你剛剛有在我旁邊嗎？有，有啦。她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我們先回來。來，哎，厲害，蘇玲姐。
有信心了哈。有啦，其实你们的成绩算非常好，对，算是水准以上哦。有大概高标咯。真的，因为你男吹得到嘅係7題哦，非常厉害，真的。但我们红队呢是险胜啊，哈，小赢3題，所以呢，另一關啲都為你逢吹得到1分。馬上去看一下今日齊師傅帶來我們嘅好料老太七嘅分享咯。自處素滷菜。特別齊師傅來呢，都會帶來木腔嘅澎湃料理，大家一聽懂其他哦。唔該你我先落各位潛水站講一下哦。認真看，因為等下呢會有隨堂測驗哦，答對的話就會夠加有1分。周代馬老師，還在緊張嗎？你有在呼吸嗎？我感覺一下，啊，有啦有。有。今日吹名係乜嘅？澎湃蛇草，澎湃草用係嘛？水草啦，我想小草嘞。哦，草哈。哦啊，這個澎湃就挺有澎湃嘅是吹嘞。這個太誇張了吧？你係從一般該注用嘛，應該基本做該係脆皮。哦，像該港式燒肉係脆皮燒肉。你係是皮哈，啊你係豆乾，你係魚子醬，那等下做點到。我今天早上就在化妝時候就講，徐師傅該不會是帶魚子醬來吧？有啊，上邊還有倆干貝。干貝絲嗎？你炸的干貝剩脆好的時間是搓成絲，等下要落去泡。好，落去泡。啊，你小改這個之前，我要給他一個隆重的燈叫噔噔噔噔噔。你係蔥啊，然後蔥啊，然後係蒜苗，然後係風辣椒啊，好，然後係生菜，噔噔噔噔，和牛哈，澎湃料理怎麼改？要怎麼做成哈嘎炒妞？是今天是初1嘛哈？我今天初1 15，今天沒有吧？對啊，初一吃素。哎，你今天出門之前還先考一下呢？有啊，騙我！那你那也不會，那也不會，你是兩個。所以我真的是變成那個剛剛的澎湃蛇草，我要吃小草，吃草。所以你自己一定懂得做客家炒牛哈？很喜欢，很喜歡，你也會做懂吧？歡喜。對啊，秋妹姐也會吧？啦。咁你最會做會拿手菜係嘛？做牛面。對啦，鍾輝會煮菜嗎？可能1個禮拜煮2擺吧。韓走的啦，韓走的。安不煮。那志憲呢？誰准你馬上說不會的？至少講個2年1次啊。你說哪會做嘅客家炒牛？哎呦，就是阿妹學過。對嘛，媽媽有對看天師哎。我師傅你雖然用方用係因為人不卡動6千之外，就是因為佢嘅油分下多，油脂下多，對不對？從那點我等下會用炙燒的方式，放去到嘴巴裡面吃，還有層次感。有該炸的東西，然後有脆皮，還有魚子醬。哦，太豐盛了。哎，我全部切細塊咁樣。好，細塊的。係細塊，啊，然後係蒜苗，我等下要落去炒，然後係切末，蒜苗，你講我全部的食材全部都切到按一塊咁樣嘅，然後咪切末。我感覺秋妹姐是最緊張。秋妹姐，你喺做乜嘅呀？之前喺做乜轉？做保險。啊，你做的，你聽懂不懂吧？還好啦。然後水。這不可能也是要切一小塊吧？這要整片吃長喉血呢。我覺得可惜，因為你今天又吃素。你今天整片吃啊？哇，這感覺真的好好吃。很可能要凍切啊。真的。那個聲音，大概就糖都該上哦。全他照的干貝絲，我落去泡上，還都自己做個 SO 醬去咯。哦。和牛跟烏魚子是，這沒有烏魚子。所以應該講浸過水之後，它會撈啲鹽走落去。魚子醬。你看在回答問題，問題來了。好，客家粵語台牛300個，蛇牛咪300個，形容乜解？原來是罵人哈。台牛300個，蛇牛咪300個，係形容乜解 ？A 斤斤計較 ，B 一視同仁 ，C 不明事理。好，先把答案放心裡面。紅隊到藍隊先拍一下了猜拳來爭取。好，就動用兩沙，來，來，剪刀石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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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喉嚨有點累，你們自己玩，好，自己玩。剪刀石頭布啊，怎麼回事？哎，好有默契啊！馬上讓嘞，來張。哦，來，要現炒。而且嘛，看 B， B 一視同仁，做乜解呢？因為
大牛山，跟细牛也犀牛，犀牛哎，犀牛那三八罐啦，穷荣一样。爱上黑昂啦。咱最上爱选的 B， 那风水 A 到 C 选一家。哎，兄会选 C。好，不明是，哎呦，两个意思差蛮多的。好，所以咱水 B， 风水 C， 正确的答案是 C。哦，是的。你现在是正在不明事理吗？冇，因为台牛到西牛的个食量冇恐龙台，却偏偏是三八馆是，它可能是挺薄的，所以就是会不一样。哦，有点不自量力。可是我就一视同仁，因为说大牛也是这样。这是一个讽刺人的一个称谓，不明事理，不明事理。没人爱用烟哦。今天说吼，先别该蒜末，捞该辣椒，啊，你最尾人用该调管，啊，调不管捞去炒一下，本记香味出来，吼。冲个蒜苗，这白色的部分让先别落去本去炒。下香，蒜白跟葱白的部分，这调不管不会调呢。我调不完，看见到已经炒到已经金黄是差不多的。刚刚干贝丝是多久就要捞起来？小安泡酒安从干金黄是安一起做在嘞，很容易，用下去。这个是2个字哦，第2个字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第1个字哎，蒜头的好朋友。哦，葱花。他很喜欢什么的好朋友？就是牛奶的好朋友马三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叫油豆浆。对。我想说牛奶什么时候跟豆浆好？两片先放个该注油先煸一下，吼，那两片是来炙烧该和牛。哇！冻铺呢？啊，婆婆好可惜哦，你这么虔诚。我等下吹到去炙烧一下啦。好啦，没问题。所以炙烧小安因又要给油脂又出来了。我现在试吃，哈，试吃。姐姐，有像生猛。因为我们家里冇可能够昂州，哦，买不开会买，煎牛煎一下，嘿，现在煎它。你会弄给nhà孙那生吗？对对，nhà孙。两面都炙烧呀。哎，因为够熟了。因为堵好，因为压下又该厚度。我的那一片3分熟就好。我们把菜把它弄3分熟哦。哇！啊，差不多嘞。调味，胡椒粉，调油。所以该挑梅普粉到一半呢，它差不多差不多。但是大家尽量吃好不好？因为素养冇要紧啊。比看嘛，颜色较多转是转不难的哈。安子好嘞，看到摆盘的动作。哇，干贝丝不用穷下落去炒，那有放到最上面。哦，点缀的。摆盘时间现在怎么个风油线不用落去？不用打呀，哎，是的，那个生菜整个那种的蟹，所以真的有一点虾松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跟看你要买哎，你这是偷奶。清明上河图吗？周薇是天秤座吗？哎，杀树头，杀树，射手。其实不用每个都硬翻，因为我会要理解一下。射手座应该没有人叫杀树头，很像要杀。我们这葱是在台北市长大的葱哎。哎呦，寸土寸金啊！台看就发现咯，那个润饼是现做的。对啊。哇。现做的哦。对，现厉害又走线厉害哦。哦，跟看你要买哎，你这是偷奶。清明上河图吗？要骨，那个是3级古迹呢。要托盘一种因盘粥给托盘啊。徐师傅真的太强了，小戴师傅放轻松就好了。我们志在参加。我没有得分，没关系。好。澎湃水槽。按钮去后 C 喽。哇，你阿姨村的真景黑你看过青澎湃的草牛的哈，名副其实的也是不一个加深。你有看过
脆皮猪油加 A5 和牛油加鱼子酱给炒牛，看起来更好的拼上来喽！举杯举杯啊！我们一起举杯，庆祝个体力贵啊，以及价自主哦，动人慢。旋风抬价，旋风。尴尬哦，不会啦。你也是刚完之后就不能吃啦。好啦，开动。脆皮猪好好吃哦，七百是的，好比吃，新用版嘞。好吃的。清肚后清大白豆，还有跟和牛跟油脂呢，鬼也永都要底度，哇，真的是我觉得脆皮猪蛮脆的，就是咬起来口感很好吃。这道菜它主要的油脂来源是大概牛油的油香味，它会把整个菜把它就是串联在一起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咸不它现在比分哦的红队呢现在是2分哦。咱嘴底下有那6分哦。好，非常期待莎莎来看最美一关到底马上为章哦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喊听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好咯，等下呢，兩組已經夠超夠味也好，最本命一關呢，都大家講嘛嘅，家家出好菜，而且拿出自己的必備武器。來先看一下，你風吹帶來嘅必備武器係乜嘅？鹹豬肉，鹹豬肉，乜人做嘅？古婆做嘅，阿姑婆做嘅，古婆做嘅。貼片老阿姑婆拜託啊呢。係啊，因為佢使用時使佢煮嘅就吃到以後神啊嘅好嘅記就會。哇！所以可能咪係傳統嘅嗰種五香嘅香氣哦。基本上哦，鹹豬肉一拿出來就已經養一半嘞啦。直接拿來煎就已經哦。對啊，就像我們剛才和牛也是一樣。炒。對啊，而且還有比較年輕化的食材，貝果嗎？貝果。不過你今日要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嘅鹹豬肉嫩嫩貝果。貝果最後2個字是貝果，我有聽出來，聽出來。當機一應該係我給你買哈貝咯。鹹豬、鹹豬肉嫩蛋。貝果。OK， 這杯米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好，剛剛可能最尾兩家是劇中間提皮嗰講要翻成客家話 ，Vigo，哎，又好多。好，來看一下南廚呢一片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老鐵夫幹，哇，而且旁邊那一碗也很厲害呢。天哦，那個是我做的豆腐干蛋糕。啊？有人生日嗎？孙女每年生日，我都會做一個大盤的豆腐干的蛋糕。對，哇！所以安樣看得出了，水莉拿這些帶來咗阿婆的心情來做兩頭菜，對不對？那今天呢，該下面就讓大家預告講，我們會用潤餅的方式來做，好，來做出來兩頭菜嘅菜名，按到乜嘅呢？客家炒肉春卷。哇！演起來哦，大家唔需要食過你哈。看一閃，你都可以有1分嗎？做對不對？今天沒有人吃素了吧？哈。好，準備幾塊，有信心嗎？加油！兩吹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走得快去了哦，走得快去。哇，這個志憲，哎呦，志憲會拿刀子哦。好，他也會拿 B 狗哦，來看。好，來，看一下。 B 狗，我就看過人做鹹的。不可能，來，我教你。好，因為你鎖住了，不好意思。這隻 Kim 就好了。這個 Kim 都有數字出來。什麼？好嘞，2個都快嗎？好啊。 B 狗係咩走甜的哈豆啊？我看過有藍莓的、奶油的、鹹的也有。有。甜咩？你再學習一次，果醬類居多。啊，按你兩三有沒有想到？哎 ，B 狗沒人昨天拿來做這種鹹豬肉的版本呢？阿哥嘅想法。哦。因為這個會做料理。就想講可以創新。哦。然後客家嘅鹹豬肉食。你有帶越南咖啡來嗎？沒有。那你聊那麼多越南幹嘛？沒有啦，剛剛是在講那個 B 狗怎麼可以想出來兩家靈感嘛。哦。它這2個算是跨世代的結合呢，而且也是中西合璧呢。B 狗，你也係算行硬嘅，也係行
这种比较松软的。我偷个黑哈，然后起来给有米哈，还有云稀，比较有韧性。哦，对对对，谁的个性一样？就像哪个？他干你讲，周威是天秤座吗？没，金牛座他不是讲他个性很任性？没啦，那杀树抽杀树，其实不用每个都硬翻，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下。射手座应该没有人叫杀树抽，很像要杀。杀树，对啊，杀球座，摩羯座。不过讲真的呢，平手是，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，谁是你们后周料理的对象？阿妹吧，妈妈。没黑，周威也是。妈妈请问周威料理还蛮干。懂多诶，半车啊，半车哈懂。他一拜车给了必胜。好，没问题。他有看过我们节目吗？有啊，我有看过。他怎么还没来？會做卸下和無限，關係下人啊。係啊。唔過乃阿妹唔會快死，乃有槍一輪，阿公唔會快死。唔過一擺有經驗，下一擺都帶來。係啊。你都在特別老媽媽信心喊話。媽媽下一擺能帶你來哦。我加油哦！加油！加油！拿獎金。哇，這真的很香哎！你們真的都單身？係啊。可能沒因為爸爸媽媽不會看啊，所以今天單身。阿姑婆嘅鹹豬肉，哇，貴得落一件哦。你是不是事後跟我給廣告他養了，就心裡面比較放鬆？錯，我係這個沒懂好搞啦，難不會老朋友搞這個比手畫腳。真的哦。那女朋友會這麼激動嗎？會不安嗎？因為兩個會很激動嘅，不是拿到到朋友。對嘛，對不對？他剛剛有閃開，你有沒有？有呢，我啱聽講緊有咧。我們先讓他放輕鬆，放輕鬆咧。等下溝通真好。莫不給壓力，莫不給壓力。這是柑橘嗎？干貝，對，柑貝，枸杞。一種、兩種，還有一種。還有紅棗。哎，他們滷的甜甜的。因為我3種口味，我是用那個都素的，對，我滷豆乾一定素的。都素的，這一盤都你的。你吃素，對，好好吃哦。哦，這不是什麼那個大頭椒，這個是鳳爪啦。紅棗啊，係啊。你們用紅棗去滷豆乾哦？不是，我是排盤滷，我有3種口味在裡面。哎，睇下就發現咯，哎，個潤餅係現做哎。對啊。哇。現做的哦。對。現你係要做生理的哦。沒啦，底下吼5倍賣的春卷皮凍櫃，太厲害了。超過60克都在賣11袋，了60克啊7袋。這邊後來發現說，哎，可以自己做。知道怎麼客家啦？應該朋友嘛個夾個分落去煎。他們做得熟呢，用個高筋麵粉哈，叫水300克撈450。水香港還會要摻點點的太白粉，因為粘嗎？咩摻點點太白粉下會黏。哦，粘嗎？哦，一點點，還要摻點油。哦，秋梅姐姐，喺你人生踢幾道拜煮出來？踢白係嗎？我每次都有煮啊。哦。他笑啦，我是煮比較簡單的。應該辣椒做咧，落去醃一下，其實會去籽的。拍背。打一下。醃一下。顛倒，嘿。對。另外一邊。拍一下，哎，有，這樣比較好去籽，有哈。你要大中小。再打。許師傅亂教。可以80可以。沒事啊，我們不要吃那麼辣就好。對。這最低就80。好。哇，這道菜非常有誠意哦。所以你要注意有剩邊嗎？會邊。對啊，你另外一邊沒做咧邊啊？對。好，上幾件。好，那你退火，拿過來。蔥類可以加蔥嗎？去個蔥啊。豬蔥。可以。我們這蔥是在台北市長大的蔥哎。哎呦，寸土寸金啊！對。區的。哦，你有冇看動態呢？哈，凍夠呢？哈。你乾炒嗎？還是會加椒？是加椒。還是炒。還有點香油啦。對面講的加椒啦。沙拉油沒做得啦，佢本身是要豬油咧，係啊，你倒香油落去，佢嘅味道是不會衝突的。而且潤餅佢本身咩地方就有嗰種，它那個是什麼紅紅的肉啊，潤餅啊，紅燒肉，他們用這個那個客家的三層油來起台，好，所以吃起來應該口感上會差不多。我們等下都轉來哈。好。姑婆好厲害。
哦，你不是吃素吗？好期待哦！哦，它口感很特别。因为这家做的用面粉小，我袂卖的摸。而且润饼跟本性妹地宝就有该种，它那个是什么红红的肉啊，润饼啊，红烧肉，他们用这个客家的3层牛肉起台，嘿，好，所以吃起来应该口感上会差不多。我们等下都做来哈。好。哇，这个ham猪肉可以先切来吃了。这里是 brunch 吧？早午餐店。会做个炒蛋吗？对，现在用蛋。嫩蛋嘛，哎，早午餐炒蛋就是很关键哦。因为台湾人越来越晚起床了。哦，先洗过。对，想说可以冲，再清一下。而且青菜这样，它也可以最后再吸一点水分。你们昨天泡那个冰水。哦，哇，哎，真的非常的香哎！含猪肉的香菇卡松，它是以奶油为基底，去煎这样子。所以你都有老顾婆食嘅含猪肉时间，就老去讲，我用眼有老去改做bagel吗？没有跟他记。其实现在蛮多会有台式风格的早午餐，早午餐也是 bagel 的这种，包括意大利面也有台式的意大利面。温度莫同够了。我给老给他用绕来绕去吗？你不要给我们意见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的。嫩蛋，客家话叫嫩蛋，十字。对，你就是一直让它拌，不要让它凝固。对，尤其是边边。你有没有手给集中在中间哦？慢慢的把唔是按夹，根本按夹手啊。哦，不过特别嘅还有老该嫩姜。用埋用该嫩姜咯。因为我想讲含猪肉可能家个米丝会较重，会较沉，不所以我就想讲做得冰一下，可能迄蒜头含个嘛个重诶，会老它轻松嘅。所以那个蛋等一下是冰了，就是一起夹进去的吗？哎，错。好。哦，那你们速度很快哦。离火，哎，会太会不够嫩，对。切末啊，切片，那姜底躺下去。多一下，我等下不能给躺下去哦，镜头会洗到叫妈，你想来上我们节目想多久了？差不多有1年。真的？对啊。哎，煎的好漂亮哦，真的皮 Q Q，姑婆都为你骄傲了。好了，我觉得这边姑婆待会差不多累了哈。哦，不要爆累哦，快点了哦，快点。这么快就炒了，海雄哦，超美的。来试吃，而且这是韭菜嘿啊，葱去种，就跟你说，刚才他家顶楼种的葱哎啦，吃看看啦，吃看，没你没有戴手套，那你喂他吃就好了，喂姐姐，没关系啦，好，那我来吧，你有冇干？俩，夹不啊？这就自家带的哎，哦，哎呦，你给我几多钱啊？还有分口味吗？啊，芥末一种口味，辣味，对，夜市都会分这样。沙而且台南港现在还有一种哦，你可以烤叫通呀摸通哎，不要加香菜，香菜一定要。香菜，人家说现在香菜吃香菜很好。了干么？有快40有嘞，有放。那这样全部去做姜花包啊，然后一对啊，会吗？做咧姜花包啊，你有手套不呢？你聊天豆啦，下世见到啦。好，等一下看你爆一两家哦。好，4手连包。为什么润饼我想到可以放糙米啊？因为客家小炒是不是配饭？买香西，买笋子，是猪盘。对，有道理。有的。安子好嘞啊！免爱煎。煎一下，来。该煎的时间没空啊，袂变安样咯，因为你冇收口啊。他是想说这个是做给孙女吃的，他们孙女都是贵玩 lucky 耶。有哦，可能出到做在煎呢。平常都是没有姜，我是煎皮香港虾啦。皮香港虾。哇，这已经爆了洞口呢。然后讲你皮一地50克呢。哦，好了，蒙婷婷这应该都先孔改片。好，对。还在姜啊？就是你到底要姜还是姜啊？你有不用通常吗？有哦，有吼。
那个是葱挑吗？这个怎么突然放在我们面前呢？是吃的给我们吃的是啦。吗？对对。哇，你现在，你现在，我今天多了一个咸猪肉素。来，师傅，我跳过它了。真的。你为什么随时都有镊子啊？古堡好厉害，哦，你不是吃素吗？好好吃。哦，腌的好入味哦。那个 PQQ，它好特别的味道的咸猪。还有中辉一见哦，紧紧擦擦呢。古堡真的，哎，钟慧，你要不要就卖古堡的咸猪肉就好？对，然后转移办活动很累啦，转移行走关系都好嘞。对啊，你这可以在台北卖啊。好，昨天爆了吧，穷他爆嘛。这个真的含猪肉放这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真的。它这个直接吃就可以，很厉害的呢。好，顾总，等下再把它做结合就 OK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喽哈！好啊，记得一定要加它做很久的这个酱哦。好，喂，天長馬松嚟到身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見到馬松出嚟吃食困難，最杯米罐咯，都帶唔帶部卡料嚟卡針對咧？好，6組呢都表現同好，先給自己一個掌聲。這一間呢都算是傳統的料理作為創新哦。先來吃吃看哪裡風吹嘅哦。好，來吃看。川羊都嘛該再跟大家什麼什麼 Bigo 啦，含猪肉嫩蛋， Bigo 一个，那种讲等后看看我们的秘密武器有没有厉害？有，这个厉害哈！要含住哟，哇！你觉得點樣樣有滿意嗎？含粥的。有粥不古堡吃成功？冇，其實我係全部吃粥100。所以你还挺100天呢。哎，哇，第2次就做那么厉害。而且 Bigo 給我先用奶油剪膏，真有冻掉。2位啊，直接启动哦。含猪肉香。其实这样结合蛮润口、蛮顺口的。超好啊！那牛会发呢，我们就要马上来品尝蓝队的喽。润饼哦，客家小草卷，对不对？我好期待哦。好脆哦，它口感很特别。因为自己去家做的就免分享，我不会卖很多。真的，这江江哎，自己的贝果也没吃完，没吃完。大师可以糟哎。加个皮乳还有番剪膏，好好。觉得比外面夜市卖的好吃100倍。伦敦米皮真的很加分，有 Q 感。香港雪豆地袂多哦，含有大家的雪豆，去做本顺的叫做台腐干，没错，有点甜甜的滋味。果然你的人家的主场是真的来参加料理比赛，对，不是趣味竞赛，也没有随堂考。对，没有随堂考。好啊，改下快时的时节咯，风吹2位阿哥让都系凉粉啊，2位阿姐虽然冇粉，但是我觉得结果非常期待一下啥啥的款式不会拼粉哦。建中六都帶神奇寶慶用版呢，隔壁師傅馮吹唱門馮叔。4粉加上2粉，總共係6粉。來咯！緊張哎，真緊非要不就是常緊張。平手，要不就未手，到底結果形容版的2位師傅準備好咧，咱嘴搶粉分數。5粉，哇！你不僅能夠料理的部分讓咧。來小戴師傅前共品。风吹2片吼，那个讲该贝果到该先做加起来的巧思。动物创意，不过小建议就是因为那个贝果比例比较大，有一点点像您在写这时间馒头加蛋的感觉。你可以加一点比较湿润的东西，或者是优格，或者是都可以。对，你会让整体比较湿润，它在口腔的时候唔会很黑。啊，这是该春卷皮冻香冻好食，啊，地北毒葱啊，该猪肉。会冻有层次，重要还有那个铁头粉，是来冻香。好，探看下阿凤哥的想法。红队两片其实每个讲这个含猪牛油啊，你下摆做咧煎到合拆的，本个味道还袂出来。所以从小咧这边讲，因为做咧加优格酱落去洗几下好食。好，啊，两片已经讲啊，该客家小炒爆豆，该春卷皮里地包，真紧冻我吃，还有加一扎花生粉的灵魂，真紧冻我吃，兩村呢都表現到動針對，果然是拿出了秘密武器來比賽哈。啊唔過，等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恭喜！
绩已经出来呀，红队今天是险胜得到6分，蓝队得到係5分，先來恭喜紅隊第一名得到3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荣归故里，喊牌是大妈妈来嘞，来，真的哦。蓝水两百，哎呦，动厉害，人家修唔好拿哦，而且这个颜色很漂亮哦，超级。两个立我给名就按到元宇宙子3锅4件组，全部爽不一的啦！等下又加冻酱的搞一个哦，恭喜！这个太赞了吧！元宇宙子呢，吼，那个价值还没超过3000块哦，3万，那就有点贵了。好，先来看一下讽刺哦，这个T拜了参加，就得到暗号的成绩，总会先来老太家分享一下心得。现在就会讲，做的老叻在8国分享本客家乡情饮食一行，还有T拜参加节目指导同学高中生气，还有用 V 阿姐煮给咩同学生，还有师傅。恭喜！自信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用越南话来讲感想啊。他知道以後講，因為每喺T拜了參加一種甜食節目，那每知道每單槍一類料理節目，因為條前還會有遊戲可能搞玩遊戲，下一次我再帶我奶阿妹聽話過了。媽媽叫什麼名字啊？立方姐等你哦，等你來哦，感恩哦，立方愛來哦，恭喜！稍後來訪問一下2位非常厲害嘅阿姐哦，在料理部分，哇有壓倒性勝利呢哦。當歡喜來參加客家電視台，給我9點機會，表現係最好嘅主席。哎，用糖的出來，水玲阿姐還有很多手沒有給我們露出來，喊白豆豆來參加，豆豆來參與，帶孫女來啊，好不好？對啊，帶孫女來，幾多歲？差不多。一個小學3年生，一個小學5年生，就未當為主誒，好，希望伊。希望水玲阿姐。咋講咯吼？哎，你阿姐今日未？為什麼你一次拿3個？來，手妹姐，啊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的感想？當陽興來參加T拜呢，我覺得一神奇了，還不錯。細細個時間是來台北做些讀書，然後我媽媽有做些做太后餅啊。你看，終於承認了吧？現在才承認。你就是千金大小姐，對不對？對啦。給我做些切菜之敵。今天委屈你了。所以下次也要豆豆來參與哦，好冇？好，等你2手，感謝，謝謝。在芒 TV 啊，叫他來到節目當中，叫他來分享一下，都給料理有個很用心的準備哦。我們節目真的會帶給大家很大的影響，希望很多人回去之後就一直練那個什麼你說我猜的。對啊，因為很多人回去就睡不着覺，半夜做噩夢。尤其是像瑞玲姐啊，轉譯他就會開始練習了。他的孫女直接先，他會回去買電視。嘿，以後他那個睡覺睡到不2個字。我們超一家自助的分享，睇起個一部卡睇你設置 Q 哈來報名哦，等於 Q 哈來要到畢業大雕戲，你和你拜再見，拜拜，長累了咯，感謝大家。